Hello， 姐姐。Hello，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名Trimudia Stuti。OK， 你今年幾多歲33歲。43歲。43歲。OK， 結咗婚未？結咗婚啦。結咗婚係咪啊？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。幾多歲啊？佢哋10個歲同埋14歲。19同14歲兩個係咪？OK， 你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？一夾過就差唔多4年啦。4年，而家呢個僱主做咗4年。係。咁之前嗰啲僱主咧？佢就喺屯門。之前喺屯門。係咪啊？係。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小朋友。哦，之前嗰啲僱主都係照顧小朋友嘅，係而家呢一個係照顧照顧婆婆，係咪啊？婆婆同邊個啊？婆婆同先生同3個人，係咪 ？OK， 婆婆健唔健康啊？中風。婆婆中風，喐唔喐到啊？但係少少中風。少少啫 ，OK， 咁使唔使推輪椅啊？如果去街用動力推輪椅，係咪啊？屋企慢慢行。屋企自己慢慢行。OK， 咁你要唔要買餸啊？要。去街市買餸。係。婆婆着唔着尿片啊？唔着。唔使着尿片嘅。唔使。OK， 咁要唔要幫婆婆沖涼啊？係幫手婆婆沖涼。幫手婆婆沖涼嘅。先生咧？先生返工啊？先生返工。先生返工 ，OK。你喺香港做之前都喺新加坡做過係咪啊？係。喺新加坡做咗幾多年啊5年。5年照顧小朋友。係。咁你識講英文嘛？識講英文嘅。OK。咁你識唔識買餸煮飯？識。清潔。識。係啦。咁你而家點解唔續約啊？我要返印尼先。哦，你想返印尼放假，放1個月。係。跟住再返嚟香港做嘢係咪？OK， 咁你而家想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公公婆婆啊，定係照顧小朋友？一個小朋友 OK， 婆婆公公健康慢慢。都冇問題嘅。哦 OK， 咁你驚唔驚狗啊？如果大驚，如果細隻就唔驚係咪啊？如果大隻就驚。OK， 好，唔該你，拜拜。拜拜。